娃 TV 讲台语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清明节就要到啊，大家敢有准备好要去祭祖啊？也是大家清明连假拢走出去佚佗咧。清明节是咱台湾最重要的传统节日，伫即天大家拢会去祭拜祖先，所以今仔日 Lisa 就要来教大家分享几个甲清明节有关的台语词，咱做伙来看卖。清明节上重要的代志就是陪墓。古早时人若过身了后，就拢待伫咧墓地，就是待伫咧土骹头前插一个墓牌。所以时间若久，迄墓就会开始发草啊。伫清明节即天，子孙去祭拜祖先的时阵，就会甲遐个草啊挂挂撩撩的墓牌切切的开始点香祭拜祖先。咱去陪墓的时阵，拢会传一寡水果、花、金纸、三牲，就是鸡啊、猪啊、甲鱼啊。阁有会传一寡菜碗，就是用碗底咧煮好的菜来去祭拜祖先。毋过即马土地无遐济啊，人若过身了后，火化后，就拢放伫咧黄金甕仔内底，服侍伫咧灵骨塔内面。所以即马子孙去陪墓的时阵，毋免阁挂草啊，要拜拜的物件全的到灵骨塔遐去祭拜就好啊，真正是方便阁轻松。另外，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清明节拢会食润饼糕，这是因为较早陪墓的程序较复杂，大家墓陪了，转去到厝里就已经晚，无时间搁煮饭啊，所以就甲拜拜的物件蓝蓝的糕饼来食，就变做润饼糕啊。好，以上就是咱即摆的清明节台语词，大家清明节爱记去陪墓感念祖先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就是介我影片，为咱们我市站过来分享出去，也要电话关注朋友，也要直接电话的开信录，安尼可能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大家买当加入 Lisa 的会员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follow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了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